把自己放大呀，没用，放大，放大。对，全员放大。你真的有点像我们菜场那边有个姐姐，你那个运镜关一下嘛，不然的话看着一点都不舒服。运镜关一下。哦，有的。打好了这下，咱没有了啊。你过来一点。菜市场买菜的大娘噻。开玩笑的，你把这个衣服往上弄一点点。你肚子好大哦。你过来。你转过去一下嘛。故事正方形的小感觉，挺好的。你那边灯光有点差噻，这个灯光要调整一下噻。那就这样，没办法喽。你的故事正方形噻，你再转过来，挺好看的。好的。你转过来，你在那边站一会儿，什么好的。哎，这样的话，我的腿显得好短哦，正儿八经的。本身就短，还什么短哦？我腿是不短哦，真不短哦。你这样侧着吧，侧着转一下，侧着。啊，这个肚子把那个前面都挡住了，再往斜着一点点，往这边斜一点点，往对。你过来一点，然后好好的立正嘛。呀，那好好的立正，然后转过来，然后向后倒一点点，往后面倒一点点，然后好好立正，然后抬头挺胸。还好吧，马马虎虎过关了。希望你好好的就这样，就这个现在这个身材，这个体重可以了，别减了啊。有。你这个属于是旺夫的，那叫个散的了，那叫个解破了偏这么多的，不么是你解爆过的，真的，进来里面真的说实话，解爆一大，但最后一下就是向后再转一圈就你坐下吧。哦，还有啊。对呀，够的，俺这那么够的，俺这他妈。够什么吃的？够呀，我打个那么是能加了那路过的怕零加了。啊，我都念不下去了。这惩罚太轻了，啥大个？没这啥也没轻不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那么轻，你100票，那还能中到什么程度吧？真的是。对呀，那惩罚重一点的话，多给我刷一点，我可以做。你转过去。我就这样，你看嘛，头发绑起来，就是从哪都不一样了，真的，看着都不一样了，真的有种不。然后喇叭靠到那个冰箱上面嘛，这样。不是喇叭靠到那个你那个衣柜门上面嘛，手这样。好了，妹妹，坐下吧，挺好的，挺好吃的，继续保持，加油好一点。你是好人中的好人，那我先撤了啊。我呀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做惩罚你。